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镜子。今天是我外婆82岁生日，我给她订了一个蛋糕，一会儿就送来。谢谢谢谢，你们来的挺快的。姐姐啊，那边阿七七啊，姐姐辛苦点子啊，再讲你只狗搿点辰光。辛苦啊，一只人工比啥个财产？那个是不熬不个蛋。蛋糕啊！爸爸，你熬啥从香港走来着呢？帮你打个巧克力。小姐。不会忘记那个。哎，你来开了。就你开吧，你了，你反正有家在的嘛。爸爸，我现在发现坐副驾驶蛮嗨的，用不着开汽车，就开。给外婆过生日，我们来这里固亭这个地方经常路过，但从来没来吃过，就是平江路仓街对面。爸爸，你看，帮你盖个账号还是蛮嗨的，这个像幽灵这个。今天不是周末，没想到中午饭店里竟然坐满了。这边生意太好了，本来还想着能做包厢呢，结果现在只能做大堂。来瑞幸吃鸡还是拿搿只鸡腿喏。你们弄书吧，不然是。人生活182岁不容易啊！我230分单了。生意真的嗨个，门口都有位搞只位置，老板，你看搿只开啊还是哪个？搿只开啊，师傅辣哪吹完？来这 ，Lady First，Old Lady First。这个不是不那个，那个是不来瑞幸的。棒来着，又上了一个什么肉？我一只回锅肉呢，唯一一只辣的，让你开胃啊！蔬菜来着，再去点青菜。吃完了，这里味道确实不错，又是鱼呀、鸡呀、鸭的。可能是我香港回来还没适应啊，那边一顿早茶要吃200多，我外婆最后这顿饭才240块。在苏州，这个菜这个价格真的是挺实惠的。